音社太平新歌。齐安清教树立登高榜，有6丁使者、6甲使者，有八卦宗师，有十番开道大师。八卦你看还会转动，代表八卦的灯还转动。中间是女山，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这是文王后天八卦。文王后天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先是阳卦，再是阴卦。无锡先天八卦是左边逆时针，
更贵。文王后天八卦是从此以下绕时逆时针，乾坎艮震，然后在右边逆时针也是巽离坤兑。在远方看到136只登高斗灯草136只。
对阮拜，